明仔载5月7日是劳动节咯，会有将近3000个劳工上街头。新执政团队5日控要上任，今仔早起有10外个劳工甲妇女团体先提出因的诉求，伊望讲新任的劳动部长会当来听到因的心声。每一年5一劳动节，劳团拢会去街路争取更较侪劳动权益，亲像劳动节休假，敢会当放任予军公教等等的族群做伙休假，也持续引起讨论。立委招劳团甲妇女团体，共控控特别上任的新总统甲新内阁提出劳动政策的期待。职业别、行业别的性别那个薪资的差异这一部分都要公告都要立法，才可以做到台湾性别薪资的那个待遇能够公平化许多的无薪家庭照顾假都是女性在请领，跟男性的薪资差距，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之一。一般劳工应该要比照公务人员。家庭照顾假也一样要有薪，认为应该要将7天提升到14天。毋但希望性别薪水平等，劳团嘛希望会当增加有薪水的家庭照顾假，也佫互育婴假佫较有春秋，新增加以日或者是以点钟来算的亲职假，这当保障劳工兼顾工课甲照顾囡仔。也若最近这几年真发展的外送产业等等非典型的劳工，嘛希望劳动权益会当得到保障。我们目前仅有相关的指引以及部分县市的自治条例，可以针对台湾的外送环境或是非电劳动的环境，可以做更有效、直接、更全面的一些中央的法制化的保障。在108的课纲里面有19项重要的议题，但是竟然没有劳动教育、尊严劳动这一块，应该让所有的一个学生在求学的一个阶段，他就会了解劳动教育的一个重要性立委范云指出，这几项诉求有真侪拢是准总统赖清德进前提出的政见甲承诺。民间团体提出性别薪水透明化、工课家庭平衡、医护劳权、非典型工作者的劳权，也有劳动教育等等5大改革的诉求，希望新总统、新内阁会当回应劳工的期待，来解决难题。记者综合报道。